讲到这风台中心，目前伫咧台北东北东风320公里的一个海面上，暴风圈也伫咧北部东北部的海面，也因为这速度有变较慢，气象局也讲，暴风圈也捌扫到东北角的陆地。就算是安尼生，也打算讲，按算伫咧明仔载呢，有机会来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。海洋一直拍起来岸边，海巡人员伫海沙坡啊巡逻，因为乌石港的风影愈来愈大，有民众我去看海影，就会随可抗议离开。卡罗风台行驶的速度是真慢，目前风台中心是伫台北东北边的海面，向西边转东北东来行驶，对新北、台北、基隆甲宜兰会造成威胁。暴风圈嘛捌扫到东北角的陆地。它过去这一段时间呢，是呈现一个有点下坠然后打转的状况哦，所以它的暴风圈呢，曾经在4点到5点之间呢，短暂的接触了我们东北角的陆地。那未来它行进的时候呢，也不排除还是有这样子滞留打转的方式向前来推进，之后再逐渐的缓慢向东北的方向上来回转。这届卡罗风台风是比雨较明显，亲像伫兰屿甲绿岛观测到11至12级的强阵风。除了兰屿停班停课以外，绿岛嘛宣布为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。基隆北海岸、东北角嘛较会有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。新竹以北、台东、恒春半岛甲沿海较旷阔的所在，较会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。气象局表示，卡罗风台已经进入发展较不利的环境，可能会较严重。伫咧转向北平进前，因为导引的气流较弱，会影响伊行驶的路线，有机会伫明仔载解除陆上风台警报。未来在一天当中，可能是用走的方式哦。这个一天大概走它不到50公里左右。那预计呢，它大概在明天礼拜5清晨的时候，它会在台湾的东北方海面有一个135度的大转弯，那往这个日本方向前进。天气表示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下暝一直到初时透早，大台北地区、北海岸拢是风雨上界明显的时阵，未来落雨范围会渐渐向南边去。现在风台带动的西南风嘛增强，东南部的雨嘛较济，到时可能会上大雨。现在西部的山区嘛要注意，可能会落大水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